美金1元上嘅大金字塔國璽係預言敵基督出現年份嘅一個徽號。呢一個大國璽將共濟會、新世界秩序、埃及大金字塔、瑪雅年曆、埃及邪神荷魯斯嘅傳世之眼，同埋2009、2012、2016全部隱藏喺一個徽號之內。呢一個傳世之眼喺好多嘅電影裏面，或者喺一啲國際大企業嘅標誌中，都被好多人使用過。所以共濟會係一個極為有影響力嘅神秘組織，並且已經控制咗世上大部分皇室、家庭、政治、經濟、娛樂同埋科技，而佢哋嘅目的就係要控制全世界嘅人類，最後將佢哋獻俾敵基督。以下一啲著名嘅企業同埋機構，明顯地使用咗傳世之眼為標誌。喺電影中，亦經常出現傳世之眼。以上呢啲例子只係冰山一角，仲未計算政客、明星、歌星、名人等都常常喺公眾場合做有關共濟會嘅手勢，暗示自己係相關嘅會員。甚至電視遊戲都早已經將共濟會嘅傳世之眼放喺遊戲裏面。例如喺1996年喺電視遊戲機 PlayStation 1平台當中最為暢銷嘅喪屍遊戲代表作《生化危機》嘅第一集中，故事講到喺美國一個城鎮浣熊市，因為生化武器製造商雨傘公司有意洩漏令人變喪屍嘅病毒，於是以浣熊市作為實驗，因而令整個城市嘅居民變成喪屍。當地警方調查事件嘅時候，係一所大宅所見到嘅第一隻喪屍，按畫面所見只露出一隻左眼，就如同共濟會嘅傳世之眼一樣。究竟呢一個遊戲所講嘅只係一個虛構故事，定係一個共濟會嘅真實嘅陰謀呢？佢哋係咪想藉住莫吉龍斯症同埋輻射污染，使全人類都陷入恐慌之中，因而樂意接受敵基督嘅受孕666晶片呢？而家你就明白點解好傻啊！即係美國FEMA教人哋佢哋喺危難嘅時候要預防喪屍啊，跟住咧英國出嚟淨教你真係點樣？你明啊？我講緊官方喎，你冇理由叫人打斷佢嘅背脊骨，打爆佢嘅後腦，咁整死一隻喪屍噶嘛？係咪？你點解寫啲咁嘅嘢？你係官方，唔通真係有喪屍？係咪？如果冇，咁你寫呢出嚟，咁人哋愛嚟殺人，點解啊？點解官方咁寫？因為咧呢個就係下一步。其實人類係唔可以面對將要嚟緊咁嚴峻嘅環境嘅，除咗喪屍。2年幾前喺2011年5月23日，美國疾病防控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嘅網站上，嚴肅咁以名為《防範101喪屍啟示錄 Preparedness 101 Zombie Apocalypse》詳盡提供專業防範喪屍末日嘅指導意見。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官員稱，呢個都係為咗提醒大家做好應對突發事件嘅準備。佢哋建議，萬一電視裡面嘅喪屍危機喺未來真係成為現實，民眾應該隨時準備好應急包，裡面需裝有水、食物、藥物、電磁式收音機、多用途刀同重要嘅證件等。另外，應該預先制定一個應急計劃，以及2個預定好嘅集合地點，並實習前往難民營躲避。該機構喺網上聲明講，
好多緊急情況都係美國民眾可以預備嘅。以喪屍啟示錄 Zombie Apocalypse 為例，依家人們盡管笑，但當事情真係發生，人就會慶幸閱讀過呢一個喪屍啟示錄。此外，繼美國疾控中心發布喪屍應急預案後，2011年7月9日，英國嘅布里斯托爾市議會亦都向公眾發布咗喪屍應變指南。英國布里斯托爾市喺喪屍應變指南裏面提供咗當人被一具喪屍攻擊時嘅應變方法，其中包括一，英國布里斯托爾市概述咗4個階段嘅喪屍入侵預警系統，並講明將會使用暗號向公眾提供秘密指示。二，當中仲包括人們如何配備武器，如電擊槍同防護服嘅細節。三，講到當地區感染達到30% 時，將會變得非常糟糕，稱之為喪屍大流行。呢個時候，人需要用正確嘅方法殺死一具喪屍，包括非常仔細提醒市民要用鈍刀完全斷開喪屍身體同腦幹嘅聯繫，或者將整個頭部斬落嚟。明顯地，英國對於處理喪屍出現嘅災難，亦係非常認真及明確嘅。另一方面，2012年12月6日，澳洲總理吉拉德以嚴肅嘅語調公開聲稱，佢相信世界末日真係就要降臨啦。唔理最後我哋係咪死喺喪屍、惡魔怪獸手下，我亦一定會為你哋戰鬥到底。A dear remaining fellow Australians,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coming. It wasn't Y2K, it wasn't even the carbon price. It turns out that the Mayan calendar was true. While Australia's best and brightest at the CSIRO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is, I'm confident in Triple J's prediction that the world is about to end. Whether the final blow comes from flesh-eating zombies, demonic hell beasts, or from the total triumph of K-pop. If you know one thing about me, it is this. I will always fight for you to the very end. And at least this means I won't have to do Q&A again. Good luck to you all. 雖然事後有報道稱，影片係女總理為澳洲廣播公司嘅 Triple J TV 嘅節目《世界末日》特別錄製嘅，但係有人相信，或者影片就如過往共濟會 Freemason 製作嘅電影橋段一樣，暗示住一啲陰謀將會出現。佢哋用呢啲微型 chips 咧去製咗出嚟，咁而家所以你 check 得出你想知自己有冇咧，你一受核污染你就知噶啦嚇。所以點解就話我話你一揾好黑嘅房揾一個嘅紫外光燈，紫外光燈係輻射嚟嘅，你照你個皮膚，如果佢咧有啲嘢喐下爬下拱下咧，咁其實你就已經有嘅。咁但係咧就已經係到接近病發期，因為其實全球有噴灑嘅地方就有 Montana。Montana 直情係可以喺美國啲地下嗰啲塵啊嗰啲地方咧揾到呢啲嘅 chips 嘅，一嚿嚿嗰啲塵，我哋就活喺咁嘅時代。